機械人嗰個手術系統啦，本身有機械臂啦，咁另外咧有一張凳係用一啲磁力去控制嘅，控制住兩個手掣啦，我哋叫 controller。咁個醫生其實就揸住個 controller 咧去控制嗰兩個機械臂去做手術嘅。視覺上方面咧，其實我哋一般都會用一個顯微鏡去放大我哋嘅手術體嘅位置，咁然之後就將嗰個景象咧就放喺一個大屏幕，可以用 3D 去睇嘅。咁個好處就係除咗可以放到好大，個醫生坐得比較舒適咁樣去做手術之外咧，用 3D 其實有嗰個景深嗰樣嘢，咁其實都可以大大提高咗我哋做呢個顯微外科手術嘅成功機會率嘅。之前我哋見到嗰啲咧係屬於一啲比較粗身啲，因為嗰個鼻咧嗰個直徑咧係粗好多，即係話做腸啊、駁腸啊，會比較係方便啲嘅。但係今次呢個所謂嘅機械臂或者顯微手術咧，係針對一啲咧講緊係毫米計直徑，正正咧呢樣嘢咧就可以我哋可以諗咧，就喺呢個活肝移植咧應用上高啦。因為頭先我所講咧，活肝移植咧個病人咧佢只不過係接受部分嘅肝臟，當你個肝係得一半嗰陣時候咧，所有嘢咧都細啲嘅，血管嘅直徑咧都又細好多。咁正正咧呢個叫做我叫顯微機械人啦，咁佢可以咧係將呢啲幼細嘅血管咧，佢提供得到一個好穩定嘅平台，就話我哋唔需要顧慮咧嗰個醫生手震嘅情況，咁從而咧就減低咗綁完個血管之後呢個叫做唔暢通嘅問題啦。因為呢樣好緊要嘅，當個血管如果綁完之後塞咗咧，係直接影響得到個肝功能。嚴重咧係肝衰竭。顯微外科手術最大嘅挑戰咧，其實就係講緊手震。每一個人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手震嘅。尤其是當你放到20-30倍喺顯微鏡下邊咧，其實點都會見到一啲嘅。咁加埋如果有壓力啦，即係緊張啊，或者疲勞啊、攰啊，其實嗰個手震嘅情況可以更加嚴重嘅。咁除此以外咧，其實好多時因為我哋要遷就個顯微鏡嘅位置啦，個病人嘅位置啦，咁變咗好多時做手術嘅醫生咧，個頸啊，甚至乎成個身咧，都會企喺一啲好奇怪、好不良嘅姿勢嘅情況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要即係學習去適應啦、控制嘅手震啦，喺一啲好惡劣嘅情況之下，而且發揮到最高嘅水平。呢個就係點解我哋即係做顯微外科手術嘅嗰個 training 嗰個我哋叫學習曲線咧，一般都係需要比較長時間先至可以培訓到一個獨立成功嘅顯微外科醫生嘅。更加重要嘅就係培訓嗰方面可以會更加有效率去培訓我哋年輕嘅醫生嘅。我哋唔需要再嘥時間去適應個手震嘅問題啊，嗰個姿勢不良嘅情況咧，咁所以其實用機械臂去做顯微外科手術咧，嗰個學習曲線其實係會順好多啦，同埋個時間係會短好多嘅。咁繼而就會更加有效咁樣培訓我哋嘅年輕醫生啦。咁整體嚟講係有希望可以縮短嗰個手術嘅輪候時間嘅。